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如果我必須在這裏死去，我必須確認這是一個合適的地方，讓我們所有人都能安然離世。每個人都包含在我們的家庭中，如果有人遇到困難，我們也必須照顧他的家人。為此，我們需要掙錢。你在掙錢，毫無疑問，但要照顧他人，你需要掙更多的錢。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靠慈善來解決。有人以500盧比賣出一個產品，雖然他只花了5盧比買入。這是不對的，但你支持這種行為嗎？你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了嗎？如果我讓你去偷竊，那是錯的。我不會讓你偷竊，但我會讓你先去掙錢。通過愛、友情和握手來掙錢。我們不是在偷竊，我們必須與他人合作，帶來收入。無論如何，我以後會談這個問題。如果你的兒子快要死了，保護你、你的孩子和你的家是我的責任。為了保護你免受危險，我承擔75%的責任，而你承擔剩下的25%。75%的保護責任很重，這是為了國家的利益。我需要幾個人能毫不猶豫地為我獻出生命。如果我命令他們死去，他們應該能夠立刻死去。成功不會因為缺乏指導而來，沒有成熟的指導，繼續前進是困難的，這相當危險。我必須進行一個實驗。